一次偶然的暴力行为，让女人发现了惊天的黑暗秘密。其实自己的母亲是坐拥一兆资产家族的大小姐，甚至她的弟弟更是竞选总统的最佳候选人。可安迪却从来没听母亲提起过此事。渴望得到答案的安迪也踏上了危险的横跨米国之旅。由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，安迪逐渐发现有人在暗中跟踪着自己。于是，在前方的十字路口，安迪驾驶着车突然加速，拐进了一旁的崎岖小巷。可神秘人早就在安迪的车上安了追踪器，没有多久就在小巷看到了安迪的座驾。见车门处于打开的状态，神秘人没有犹豫便下车查看，结果中了安迪引蛇出洞的计策。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，神秘人说自己是埃尔帕索的法警将麦克。之前安迪的母亲加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，他是被国家派来暗中保护安迪的。安迪问保护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，麦克表示在你出生前，保密计划就已经开始实施了。而另一边，母亲准备去纽约找安迪，可在机场被埋伏的法警拦住，没想到领头的法警竟是母亲相处多年的邻居。母亲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声称当年的策划者如今早就不在人世了，我不再需要法警的保护，并且要退出所谓的保密计划，要求快放他去找自己的女儿。但查理却拿出了最近非法出入境人员的监控照片，询问其中有没有当年反叛军的首脑。此时母亲看到其中一人后，情绪瞬间有着微妙的变化，可理智让他又立刻恢复了原有的状态。而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让查理尽收眼底。但之后出乎意料的是，查理同意了劳拉的退出，同时也归还了劳拉的护照和身份，这也意味着他们母女以后不再受法警的保护。与此同时，放下戒备的安迪在汽车旅馆熟睡，麦克却他睡着后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，观察了四周后给他人打去电话汇报。Your mother. She's asleep.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?